再跌價 ，vivo X200 FE 網店劈價1400，蔡司鏡加512G 加6500mAh大電，抵玩。vivo 喺今年6月推出高中階機 X200 FE， 可能開價5498有啲高。據悉銷量一般，早前已經有網店減價去到4500左緊，但係最近我發現有網絡商嘅直機價竟然直減1400蚊，唔知道大家又有冇興趣呢？所講嘅就係中移動網店，佢哋嘅 vivo X200 FE 近日由5498減到4098，比起當初開賣嘅價格合理好多，而且黑、粉紅、藍三色都齊。其實再減價都合理，因為早前 vivo 喺內地已經公開發佈咗 S50 系列，有人會認為佢會改版成 X300 FE 喺國際市場推出，所以都係時候要清貨啦。其實呢一部手機嘅規格唔錯。有天璣9300 Plus 嘅旗艦芯片，512G 容量，6500mAh大電，仲有蔡司鏡頭，影相有保證。減到呢個價位，大家又覺得值唔值得入手呢？我哋一齊嚟睇下 vivo X200 FE 嘅硬件規格。佢搭載咗6.31寸嘅 AMOLED 螢幕，解像度係2400x1080，搭載聯發科天璣9300 Plus 處理器，內置12G RAM 同256G ROM，電池容量高達5600mAh，支持90W 快充。續航力同插電速度都相當可靠。相機方面 ，X200 FE 配備咗50MP 主鏡加8MP 超廣角，同埋50MP 鏡頭組合，具有蔡司認證。而前鏡頭就係50MP。呢個價位，大家真係可以諗諗佢。最後祝大家聖誕新年假期快樂！